那昨暝哦，马祖的乱桥是自驾里的中华 KO 糖厂，这创下2个纪录，一个是第一届自驾里的观光景点，一个是自驾里的糖厂内底。当地居民是欢喜甲袂顾虑，昨暝卖事是规个小城镇才出动，这个糖厂的4颗链灯，滴叉，拢是人甲车。 尤其是这个车顶，安尼四个，都亲像是绿地银河，安尼空拍落去有够水。中华 KO 糖厂昨暝空袭影片，水甲俄罗界搭市，正万台奥多麦轿车将四周围的道路塌甲下真青，车顶四个，袂输天顶的银河。 KO 糖厂边仔的道路变做银河，就是因为白沙屯马祖乱桥昨暝自驾，这一遍自驾虽然刷创下2个纪录，一个是马祖乱桥头一摆自驾伫咧观光景点，另外一个是马祖乱桥头一摆自驾伫咧 KO 糖厂，当地民众拢欢喜甲噗跳，规整台的民众拢总到糖厂看马祖风采，搁再加上30外万的乡镇卡抢我来，现场是热闹滚滚。 马祖乱桥今仔日透早6点起价，会继续上北，续落来路线，预计进入到彰化市，过来接到台中市。 即马白沙屯马祖伫咧第19线江水路，二桥路线有2条，一条是行到秀水经过花坛，搁接第1线到彰化市，这条会行搁较久的时间。另外一条较紧的是接第1线直接到彰化市，这2条继续前进，就可能会行到大渡桥。过桥了后，搁有2条路选择，一条是往西边行第1线到台中大道，一条是往东边行第11线到台中乌七，行大渡区到离海线搁较近，顺啊行转来到江田宫，若去到乌日区花地真我近台中市，花江的路地行搁较远。马祖乱桥的安全线路也无法度确定，台中警察已经派大道和乌日区的警察去管现场的交通，就等马祖行卡到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